大家好，今日我哋會學習點樣用 Wemos D1R1 主控板結合 HC-SR04 超聲波感測器、DHT11 溫濕度感測器、Max 30102心率血氧感測器、蜂鳴器同 LED 燈，製作一個智能坐姿久坐與健康監測警報系統。首先我哋嚟擺好硬件，首先喺超聲波感測器嘅 GND 放喺 A2、EC-Hall 放喺 A3、TRIG 放喺 A4、VCC 放喺 A5，之後 DHT11 溫濕度感測器嘅 GND 放喺 A6、OUT 放喺 A7、VCC 放喺 A8，跟住 Max 30102心率血氧感測器嘅 VIN 放喺 A9、SDA 放喺 A10、SCL 放喺 A11、GND 放喺 A12，跟住蜂鳴器嘅 VCC 放喺 A14、GND 放喺 A15。LED 燈嘅正極放喺 A16同 A17，電容10.0，NF 放喺 C2同 B5，開關放喺28同23，最後喺電阻1000歐姆電阻放喺 C3、F3，2000歐姆電阻放喺 I1、I3，4700歐姆電阻放喺 E9、H10 同 D9、H11，220歐姆電阻放喺 C16、F16。之後我哋開始駁線，將 Wemos 嘅 GND 腳位駁去 J1、E1 駁去 F1，這樣 A2 至 I2 形成 GND 導通軌。跟住超聲波感測器接線，Hex2 駁去 Hex1，J3 駁去 Wemos 嘅 D12 腳位，J4 駁去 Wemos 嘅 D11 腳位，J5 駁去 Wemos 嘅5V 腳位。之後 DHT11 溫濕度感測器接線，B6 駁去 B1，J7 駁去 Wemos 嘅 D13 腳位。之後駁 Max 30102感測器接線，B9 駁去 B8，J10 駁去 Wemos 嘅 D14 腳位，I11 駁去 Wemos 嘅 D15 腳位，D12 駁去 D1，跟住開關接線，H13 駁去 Wemos 嘅 3.3V 腳位，蜂鳴器接線，H14 駁去 Wemos 嘅 D10 腳位，F15 駁去 Wemos 嘅 GND 腳位，最後駁 LED 線 G16 駁去 Wemos 嘅 D2 腳位，C17 駁去 C1。硬件接線完成後，我哋打開右上角嘅 Code， 呢段 Code 嘅重點，多感測器整合與 ESP-NOW 無線傳輸，引入函式庫，支援將採集到嘅數據透過 ESP-NOW 無線傳送去副板 Board B 同埋超聲波坐姿與久坐監測，利用 HC-SR04 計算距離，檢測使用者是否坐喺面前以及距離是否過近，並計算持續坐着嘅時間。當超過設定限時，例如久坐，就會觸發警報提示。最後，心率血氧與環境監測，實時讀取 Max 30102嘅心率、BPM 與血氧 SPO2 數據，並定期讀取 DHT11 嘅溫濕度。當檢測到異常或久坐時，會驅動蜂鳴器發出警報音效。check 完 code 冇問題之後，就可以開始模擬。呢個集成了坐姿、健康與環境監測嘅系統就係咁簡單，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